今年的双十宴会确定要办伫咧云林好尾高铁特定区。云林筹备办公室表示，预估迄当天会有几60万人到地，会规划2个观赏区来消透人阵。另外，嘛会推出3天2暝行程，希望民众看宴会，嘛会当带动云林的观光产业。 今年国庆宴会确定在云林举行，也是云林县头一届举办国庆宴会，地点选在云林口尾高铁特定区，互当地民众相当期待。但嘛烦恼临近的交通问题，需要好好规划。包括知名度，包括当地商家收入，给减啦。因为人潮来，因为他国庆宴会是晚上嘛，那白天是不是有很多人就会都交通配套措施要做好啊？对啊，然后。 我不知道，今天可能刚好人比较多，计程车排班会比较还要密集一点。云林县国庆宴会筹备处表示，可能今年看宴会人数可能会超过数十万人，因此在平常观赏区规划2区，包括高铁、台铁班次、各交通的接驳停车场位置，拢需要做详细规划，确保人潮疏散和单线顺利。交通非常的便利，它就在高铁，你搭 高铁到了虎尾站下车，只要10分钟就到我们的主会场。假若说你是开车的民众，从国道1号虎尾交流道下来，也是10分钟就到我们的会场。筹备处表示，国庆宴会带动云林观光商机，已经邀集县内20乡镇办特产市区大500担，同时规划3天2夜游云林的观光方案，希望来自各地游客来到云林看宴会，买单顺便观光。记者从云林报道。